讨厌一个人，你会让他干嘛？喊他滚嘛！滚加一个字，滚蛋，滚蛋加一个字。滚床单，老人与什么？老人与狗嘛，老人与海看过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没看过也加一个字。老女人与海，老女人与海加一个字。老女人与法海。幼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！钱一般存哪里？银行，银行加一个字。抢银行家，银行家加一个字，想一下叫什么？捕兽的仆人叫什么？太监，女的丫鬟，丫鬟加一个字。当丫鬟嘛，当丫鬟加一个字。你当丫鬟，你当丫鬟加一个字。你当丫鬟去。为什么哈要背井离乡去外面挣钱？外头挣钱多嘛。外面的美女多行嘛，特别是洗脚。来，中秋节快乐嘛！中秋节快乐！那么中秋节快乐嘛！中秋到了，给大家来两句。祝大家月圆团圆。